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在网络顶头有一张清单，这张清单内面拢是武器，讲是咱台湾要甲川普政府所买的军购。你讲，阮爱拿钱来换武器来保护，随着一张清单摆开，甲你讨。敢讲开喙，你就会拢总好，也是这是测试川普对着咱的态度。今仔日四位专家和我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淡江大學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釋，平林，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四位資深軍事記者郭豐竹，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咱代志要對倒來看起呢，佇台灣服役已經超過47年的 F5戰鬥機，去年呢已經解除了戰備，空軍證實已經有5間美商甲咱季節要來買退役的 F5的戰鬥機。專家分析 ，F5賣轉機給美國，會當呢免除消費的成本，那麼佫會當呢摕到一條國防資金。另外，英國金融時報嘛報道，台灣甲美國提出了包括新盾驅逐艦以及 F-35的戰鬥機在內5000億的軍售計劃，向川普來展示着對抗中國的決心。國防部回應講，會依照作戰的需求，要找找呢武器來裝備。戰機升空，聲音轟轟叫。F5戰機佇台灣服役超過47年，去年解除戰備，驗過退役了後 ，F5要安怎處理呢？空軍證實已經5間美商，有啲問價想要買，會依照美方安全的規範，完成第三方轉移的申請，並且用公開的方式來標售。系统汰除最好的方式就是转化为其他的运用方式，由美商采购回去，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国防预算能够回来。专家认为，咱通的 F5状态维持良好，厂商买走，除了会使繼續做訓練機，完好的零部件也能夠再利用，甚至在當做射擊訓練。咱通會使免除消費的成本，肯定國防部觀念進步，好獨一軍品避免軍火流出去，讓徹底來消費失去價值。李偉也認為符合台美的利益。過去我們對一些退役的戰機都有一些妥善的運用哦，那我想這一次也在符合這樣的範疇之下，符合台美雙方的利益。台美軍事合作部分，川普頭一個任期批准11擺對台軍售，總計大約6770億，其中包含 F-16架 M1 埃布蘭主力戰車。英國金融時報最新的報道，台灣要向美國提出包含新盾驅逐艦 F-35戰機在內5000億軍售計劃，來對抗中國威脅，也是向未來川普政府來展示抗中的決心。面對敵情威脅的持續擴增，國軍會依據聯合作戰的需求，來持續的透過軍購、商購或者是國內自製等等多重的管道，來籌獲所需的武器裝備。專家建議，未來國軍會使考慮採用陸海空聯合軍事購買模式，讓單筆軍售金額擴大，讓美方較想要買新盾級驅逐艦 F-35，尤其新盾級驅逐艦會使配合這個標三飛彈，加愛國者飛彈的部署，應建立海陸聯合艦載彈道飛彈的防護網，強化國軍防空的戰力。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呢，在這個節目要開始進前吼，我甲4位專家就咧討論講。這張清單敢是咱自己提出來，還是佇網絡頂頭大家鬥吼，真熱心的這個民間專家吼，迄個鬥出來。因為吼，這個顯然看的就是，我甲請教咱在座4位就講，這個 F-35吼，即擺要排班要買這架飛行機吼，戰鬥機排到2044年啊！啊，咱這是要甲人排心酸的嗎？還是講，咱若排落去優先互咱？這首先我們來請教林老師講，
摆这个清单吼，在一般的这个有不管有这个同盟关系，还是无同盟关系，有军事关系，这种清单提出来，这算正常还无正常？我先莫问讲，这个清单是真的还假的？咱知影这个川普动算川普伊捌讲过啊，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伤过低2.6 GDP percent， 这刚刚伤过少啊，伊就讲10亿，唔是10亿，10%的 GDP，10%的 GDP 就差不多800亿嘅美金嘛，但是咱就知影讲，因为川普有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并不是对台湾，我那赶快对这个韩国、日本嘛是啊。日本也是赶快，不过日本伊拄要已经增加，要增加到2%的 GDP， 所以以这个介重要的背景啊，所以台湾的这种爱互川普知影，台湾有这种准备心，但是介重要的是讲，咱要来增加这个国防的预算，并不是讲表示川普什么款的武器都会卖给台湾。川普伊做4档卡183亿的美金卖给台湾啦，咱就知影讲，阮有足大的困难啦。但是讲台湾完全拢无表示，阮的对台湾无好，因为川普唔惊伊本人，伊四周围。不管是即马国防部长也出来，国家安全顾问啦，国务卿，或者讲是全部拢要求台湾已经要重视咱的国防的安全。要哪重视就是讲有足一个部分啦，买武器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尔。台湾本身不管咱的人事的成本，还是咱作业的预期，这拢爱足多。还是讲台湾派军人去美国受训，来训练，还是演习，这个问题当然当抗于这个对美国的经过的一部分，这内底啊，所以台湾爱好啊思考，咱头先看这个清单呐，就是讲一种的表示讲台湾已经有准备，按讲川普政府要安尼做。台湾已经有安尼想，但是咱阁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所以林老师，你认为这张清单是政府提出来，还是政府提去后面叫后面的人提出来安尼？我咧想，当然是这个遐全部拢是台湾有需要，并不是讲台湾无需要。其他的国家真会当买 F-35，新加坡真会当买。新加坡伊有什么战略的重要性？甲台湾。来比较，当然是台湾较优先啦。在邓伊啊、邓多啊，讲。但是台湾本身介优先的，有足济即国际政治，还是美国甲中国关系的这种影响。所以咱看这个清单就是讲，不管是爱国者，还是这个E2D， 这个空中雷达系统，这拢是台湾有需要。介重要就是讲，川普加这拜登啊，有一个无共款。这个拜登啊，你卖予台湾10几届，全部累积起来差不多77亿的美金嘛，2400亿台币。就是讲川普伊甲一个 F16来啊，咱知影这2019年 F16 V 66只卖予台湾，差不多80亿的美金，就比这个拜登过去所卖予台湾更较济。就是讲，两个总统对台湾有无共款这个军售的内容。其实台湾是不管是拜登，就是讲希望台湾买较济这个火弹啊、弹药啊、储存啊，但是这重大的载台都无买予台湾。但是川普可能较无共款，所以 F-35是这种的意涵。是。王老师，你认为这张照林老师的这个看法，就是这份清单
有这个研究的价值，就是讲某种程度代表着一群人的这个共同集体意志意愿。嘛毋是讲拢是假报的，会安尼想吗？因为咱这个消息是为迄个《金融时报》吼，哈，差不多11月13号迄天是播出来吼。啊，我感觉伊的标题是讲吼，台湾哦要用150亿美金哦，啊买足侪武器哦，啊来甲总部讲，我有听你的话啦，吼，我要为我国家安全做准备，所以我即摆有这种想法，吼，啊你看你要接不接？因为咱嘛知影讲，咱赖总统嘛通过一张批吼，互伊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吼，表达咱的迄个恭喜啊，讲伊搁调啦吼，所以某种程度，咱是想要讲较紧甲美台关系，毋干那是文化经济，强调是军事关系吼，搁较加强吼。所以《金融时报》的报道吼，伊应该是访问足侪咱国内专家，啊有专家讲F-35。有人讲爱国飞弹，有人讲E2D， 斗起，斗落去，加起，足的，差不多150亿，差不多5000亿新台币。所以某种程度，这是一种想法啦，一个学者的看法。所以国防部无评论嘛，因为国防部袂使讲买也无爱，因为这个物件来在里来，对咱有帮助。因为这种是种所谓的大型载台。那为什么大型载台重要？因为即马解放军哦，对台湾的迄个战略跟建设。足重要的是安怎？伊要甲你围起嘛，围堵嘛，伊要甲你封锁，伊要甲你隔离嘛，所以伊会用伊的航母、伊的驱逐舰、伊的飞行器甲你台湾包起。啊，若在咧这种情况下，利用什么无人机啊，利用什么监视飞弹啊、拖式飞弹，迄都无效啊。啊，因为所以你也了解讲，拜登时代。哦，袂有人弄这种不对称的啊，因为是俄乌战争的关系，俄乌战争无人机啊、单兵、实情武器拢足力大家咧用，所以伊感觉讲买这个重要，所以不对称。啊，其实川普时代伊嘛再来讲，你上调是甲你现有的大型的载台，吼，比如咱的驱逐舰加强升级，做法都应付迄个解放军的迄个发电需求。因为前2天解放军在咧珠海迄个航空店嘛，伊嘛有足侪新的武器出现。但意思是讲，伊拢为用这种方法发电，咱嘛要注意思考，吼。啊，搁当来讲咱这个愿望清单，啊，这嘛是甲美国表示讲，咱有这个想法，咱要做这代志，吼。啊，不过咱嘛了解讲，你一个武器来买入来，无法能简单的。你洛克希德马丁，吼，或是麦道，或是其他武器制造商，伊只要订单，伊嘛开始讲，我几条线要来生产，啊，咱们生产。因为嘛毋是干那台湾嘛，可能沙特阿拉伯，这几条拢是美国上大的迄个军购的国家呢，伊比台湾买国较侪，大金主，吼，啊，不止配合沙特阿拉伯，伊嘛要提供给以色列，哦，啊，甲伊一寡好的国家，吼，所以伊的新装上嘛要思考变哪安排，所以一台飞行机，哦，比如讲咱即马甲要买 F-16V66来对无？伊要生产一台，生产完毕了后。咱来去训练啊，咱来去了解伊的准则啊，就是讲咱来比较派人过去，要创甲会当飞去作战安尼，啊，搁甲赛大，咱去美国甲赛大，咱毋是讲往货柜吼，往子弹来甲载到，无这个代志，咱来训练，买电动玩具咧吼。对，所以讲这种制作、交会吼，啊，甲安排伫台湾啊训练到一段时间了后，差不多甲咱的现有的 F-16。哦 ，AB 吼，也是咱的 IDF， 也是幻象2000，要哪搭配问题，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这物件买来无遐简单，你买准则，哦，你要哪操作，要哪思考，这拢是一个问题。啊，不过上起码啦，在国际社会吼，是最重要的新闻来讲，台湾徛伫吼，咱台湾表达咱的自我防卫的决心吼，要从这代志，所以无遐简单啦，因为美国新的。国安顾问吼，国务卿啊，跟国务长客，伊嘛思考讲，啊，你这敢对？因为 F-35你要买到种嘛无讲啊，有海军在使用啊，有空军使用啊，无陆战队用啊。囡仔人这选择啊，才有咧选择。我大人我啥物拢买啊。因为 F-35是垂直几将啊，啊，台湾因为为什么买 F-35是讲咱若受到中共第一击，伊会甲咱的机场跑道，啊，所以咱垂直几将在飞。啊，不过在那个时阵，你伊会阁继续拍嘛？伊无讲第一波，讲第二波、第三波飞弹咧拍，所以你根本就无时间客啦。
团长是这样嘛？讲甲真有路咧吼。对。辛老师，你安怎看这份清单？咱看到讲川普吼，伊咧讲爱台湾交迄个保护费啦吼。我感觉这是选举语言啦，嘛是讲敢若笑亏咧吼。实际来讲，伊敢是讲这个保护费就是等同于国防预算。我感觉是无共款吼，因为日本甲韩国，咱知影有美国的军队伫遐，伊爱付这个驻军的费用。毋过美国即马无军队伫台湾因为有可能一个教官啦，甲台湾的军队训练，这是伊的军援法案，也是伊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底包装的内底预算，嘛无一定是台湾出来吼。所以即马日本甲韩国的预算，咱知影。谈到林老师讲，就日本是2%GDP，我听到日本的官员讲，伊未来要增加3%，迄个1%是要做啥呢？即迄1%就是要改良因的军备的生产，就是讲要发展新的武器、军备的生产。譬如讲，伊即马要甲英国、意大利要合作研发第6代的战机。伊即马要和美国要合作生产爱国者飞弹，日本就是讲要用这1%要做这，另外伊若这3%你感觉美国敢会满意？讲你若这3%2%做这1%是要提升你的国防工业，所以我感觉虽然有人讲爱10%，有人讲5%，重要是讲咱需要啥货，咱需要啥物款的武器，嘛不一定讲一定爱 F-35，因为即马咱知影 F-16V 可能要明年第1代才会入来，敢有可能讲明年你第1代佮有65代，你即马都要 F-35，美国就随互你。你拄仔讲过，即马摆到2044，毋过美国要卖武器伊有伊的顺序啦吼。第一优先当然是美国甲重要的盟友，第二就是讲北约国家，第三个讲。北约以外的准同盟国家，台湾可能排伫这个顺序啦，第4看。若有这个需要，当然美国就会卖互你。毋过即马上重要就讲 F-16V 这66代先入来，会使提出这个需求，讲我想要买 F-35B，因为这重要。这 F-16吼，这66代要完全到交文，会当飞上天，佫会当像头仔王老师讲，会当协同作战，迄条佫几档啊？可能拢入来，甲伊成熟，会使逐渐可能5档，至少5档。按你2027就过去啊呢？即马无一定讲2021是一定会拍来因为你看即马中国内部的经济，伊的军队内部的状况，甲习近平甲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甲军队的关系，我是感觉无一定2027会拍台湾。即马搁川普动算。我想这可能性的降低但是老师，我加问一下吼，当初时特朗普要卖这个飞行机、战斗机予咱台湾时，伊就应该明明知影这个卖付期卖付到2027，伊卖咱这个大型的，像头仔王老师所讲的大型载台的，伊的战略的思考，咱的战略思考是讲，咱就不对称，无咯，我就爱吼。突破伊的这个方式，所以你 F-16爱来。应该是讲当初咧卖的时阵有几个变数无看到。第一个就是 COVID-19， 因为 COVID-19 互这些军工生产的单位，伊的产量当然会降低嘛，对吧？第二个就是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有个国家嘛需要 M1A2 的战车，本来要卖咱这个战车，另外就是讲。这洛克希德马丁伊生产有受到战争影响，咱嘛唔知，因为足侪国家伊甲米格29还是 F-16战机摕互乌克兰，伊家己可能就是买 F-16V 改良型的，有几个国家有买这型的战机，伊若优先互因，当然嘛台湾受到影响。毋过迄个时阵是讲2024还是2025，可能第一批还是第二批就会入来，尤其是迄个108台的战车，应该是2026年，应该有足侪。敢咪讲108拢个唔知，毋过迄个时阵应该有足侪可能一个连一个营，安尼逐步的增加，安尼也可以发挥一寡战略。是，洪总吼，
但延续他辛老师所讲的吼，你回头来看讲，这个清单，这有道理也无道理啊。我看吼，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三个军种吼，拢甲因想要爱的武器，甲更头前。哦，有这个感觉，因为咱讲上尾一个吼，意思是讲，敢若阮囝，敢若只讲，敢若孝顺迄拉布拉多警长的迄个衫同款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因为三个囝吼，所以三个拢无共款嘛。哦，我无三个啦。啊，就讲，比如讲我三个啊，一个大囝讲我要拉布拉多警长，啊，一个讲我要什么这帕利，嘿，还是讲什么有一个什么娃娃宝贝纱，嘿，对，你类似安尼，因为你看吼，尤其咧 E2D， 其实空军已经工作久啊。咱的空军因为老久啊，老久久啊。E2T 吼，因为伊时间有较长啊一寡啦，服役时间较长啊，啊，佫有咱操作信号吼，怎动落地迄只，吼，迄只哦开不哩侪钱，吼，因为只要要换来吼，啊嘛修，无法度换，只要修理啦。本来是讲你个一只换一只啦，我无法度换嘛吼。所以对空军来讲，既然伊较老吼，较老啦，嘛毋是讲真正做老啦吼。啊，但是对侦测咧无人机吼，也是讲咱拄则讲着咧珠海航舰咧立装诶吼，隐形诶雷达头顶看无啦，毋是讲真正看无啦，雷达看无诶无人机 ，E2T 可能较歹掠较袂出来 ，E2D 诶雷达较先进，较有法度处理。所以毋则讲空军毋是讲伊一家是要 F35尔啦，其实空军上爱是上紧诶吼，赶紧是要 E2D 啦。啊，但是 F35对你去问所有空军诶飞行员，伊看全世界一定讲，我当然是第5代上好诶无人机嘛，对无？有一说讲是即个空军飞行员心目当中诶 Marilyn Monroe 啊。嘛有可能是安尼讲真类似啊，但是即摆空军飞行员可能唔知影 Marilyn Monroe 是啥物人，在讲林香啦，好，美国嘅林香啦，吼啊，但是你若讲爱国者第3代吼，嘛其实真有需要啦，吼，讲真诶，因为你讲对方太济这飞弹，咱讲弹道飞弹、弹道飞弹，伊中底层诶吼，对咱是真好用啦。啊，因为有可能一款就是讲，咱讲饱和的攻击，就是讲一足短的时间拍几啊百粒来，然后落大雨安尼吼，互你安尼炸袂着安尼，有诶拢漏胶嘛，啊就炸，这个真惨。啊，爱国者第3代伊对付遮的高速的吼，超音速几啊倍这弹头较有法度炸着啦。吼，你讲第2代改良型敢袂使？会使，可能但是伊可能2粒甲飞1粒。啊，你3型可能1粒半，还是1粒1.2颗，可能炸着1粒。哦，啊，当然，咱来去问吼，世界上其他的来源的时阵，佢会讲，啊，谁那买甲以色列买迄个铁穹，买几套的？因为吼，迄对小型吼，咱讲长程的飞箭，即马阿强啊主要用即款的，伊有用拍200-300公里远的即款飞箭。啊上嘛，伊即摆嘛无一定讲甘开拢一定要拍飞弹哦，吼！伊即摆把最近即几工，昨讲听讲因伫迄个福州甲浙江迄海边啊拍飞箭，吼啊！咱国防部长再讲证实讲有啦，但是今日无。啊，迄个物件啊，准讲伊刷来迄个兵团，吼，福建兵团隔离咱。台湾平和，新店迄段较近，佮大个着哦。啊，用迄你若讲用飞弹去炸迄飞箭，你个了钱嘛？啊，你绝对袂好个啊！你嘛无法坐飞弹，伊迄飞箭几啊万粒，直甲你拍。所以你若讲买气强，还是讲你像讲叫以色列，互你技术你家己做嘛好。迄去炸迄，伊其实嘛较细粒飞弹，较俗，嘛较会好啦。所以毋则讲。这个清单有一寡，要哪讲？国语叫一厢情愿，你家己想家己的啦，吼！你嘛无去想讲美国伊的这个卖你武器的这个过程政策安怎形成的？毋是讲咱讲要爱就要爱，因为今日
顾立雄部长伊个伫台湾去问到 F-35啊，讲去年前一个部长邱部长个报告啊，讲实话讲，去年咱就甲美国摕啦，有摕35即只啦，但是对方讲无啦，无要卖，吼，直接讲无要卖，啊，所以倒推就讲，这个清单啊，准讲有35应该有伫内底，但是总统府甲顾立雄部长拢讲，其实无，较保守，但是讲无这个清单，但是不代表讲。咱照伊即摆讲的四个迄个面向吼，讲不对称战力啦吼，也是作战韧性强化，也是讲强化后备战力，也是讲提升灰色应带应处。伊其实今日个简单甲较做2点，一点个不对称，比如讲对方有诶，咱无一定爱用硬含去绑，你可能无嘛，但是我用别项，我都给你反制，互你拍一个吼，互你。维护准备的嘛，安尼才是个不对称嘛。啊，另外一个就是讲，铺设地带的应对，因为这逐工来，吼，前2天拄早甲讲发布讲这是大演习尔，啊，到过两小时无够，马上就讲伊个来啊，联合舰逼警巡，就讲甲台海当作伊内海，吼，伊军舰个来啊，吼，啊，无人机个冲出来啊，啊，看你安怎舞。伊无一定真正通过讲来咱的领空吼，但是伊甲你中线甲你切一个，切边啊，吼啊，就入个转去，切一个个转去，啊，甲你空军咱的飞行员弄甲足烦的，足忝的。有一天万一咱若绕高，哎，去冲入来，这上恐怖是这点。所以人家讲，这个要应对这，跟E2D 敢有关系？有啦，有关系。因为前几日啊吼，阮去中南部出差，去到嘉义也好，去到台南也好吼，迄战斗机呢，呼叫，我咧想讲这哦，哇，真无用着，因为我30年前啊，服役伫空军啊，那安尼，哦，这样飞甲安尼，我想讲这空军的飞行员是有影辛苦呢，啊，要安怎加强，互因啊，卖较辛苦一下。这我想讲，这若是我清单看有当啊讲有一种吼，这个无人机会当替因去服役还是安怎？不过我要来请教咱林老师吼，对咱的战略来思考，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即马你推论整个特朗普因的国防的拍算，全世界是安怎来摆台湾？安怎摆伫，还是讲无咯？我爱甲中国安怎摆，我甲罗西亚安怎摆，甲北约安怎摆，乌克兰先解决，啊，再来武力台湾，是安尼想吗？我咧想介重要吼，是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甲台湾佫有关系。咱知影咧，以即个乌克兰内底，有即个罗西亚，有即个北韩，安讲有法度结束乌克兰的战争啊！这对美国来讲是足大，伊会当将伊足济的资源，为这个欧洲、为乌克兰啊，转到这个印太地区因为有法度来改善这个美国甲罗西亚的关系，这个经济。制裁，都当然阮有需要来思考这个罗西亚甲中国的关系阮可能美国就有这种分化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乌克兰战争对这个川普第2任的政府来讲太重要安讲这部分会当安尼讲对台湾。因为台湾有一个2027年，大家都安尼讲就是讲，川普伊即马做任命一寡即个官员呐，因拢知影即个2027年，所以当然要有足济准备对中国来讲，台湾伊即2027年，伊即马则变做讲不管安那
民主袂当失去呢。你一定爱有一个处理嘛，吼。但是并不是介重要。伊即摆介惊就是讲，川普对中国经济制裁，这个关税啊，哈，这关税这个是介重要，60%、60%，其他国家10%到20%。虽然讲真正是60%的关税，基础关税哦，吼人讲这电动车100%，哦，这个对中国经济的成长一定会受到足大影响，哦，所以对中国来讲，伊即摆介重要的代志，我个人认为啊，吼，无应该是台湾，介重要的代志，要安怎来甲这川普好好甲伊讲，以这个关税的顶悬，安怎来处理？因为川普搁要取消这个中国最惠国待遇，所以对，即马共和党讲要提啊呢。对啊，所以会使讲你中国你会使讲介重要，你都爱思考的。会小来处理啊，是这关税的问题吼。所以安讲安尼，我是认为讲中国对台湾一寡政策可能会小可会调整，这块调整啊，但是对美国对川普以四周围的人来讲，因拢认为讲中国要来拍台湾，这是一定会啊。按讲最近无啊，后届原来有共款有啊，所以就是讲一定都爱准备，袂使讲来减少这个准备。是，王老师你安怎看呢？因为我看讲哦，伊找一个乌名单的人来做国务卿，还是暗算讲。伊就是挑工，无还有中国民主。到时阵我要来访问的时候，我就亲门大户，看你要甲我炸起来无？我是感觉讲，迄个路比奥吼，伊做迄个国务卿哦，当然伊的思考想法是袂变啦，就是讲中国哦是美国上大的威胁来源啦吼。啊，在迄个川普第一任时就讲，俄罗斯甲中国是一种长期的迄个战略对手嘛吼。啊，拜登就讲啊，即马毋是即种干那俄罗斯、中国是上主要的，啊变做竞争的对手啦吼。啊，川普上起来了吧，感觉讲即种竞争哦，啊足激烈的，你必须要互知影讲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啊来吓惊吓住吼中国，所以伊会做这个思考来看这个问题吼。那么另外我嘛感觉讲川普哦，伊无台湾的印象啦，哦，伊当第一任时哦，伊有一届当咧迄个伊咧签伊一寡法案时哦，啊就讲你看我这个笔尖哦，就是台湾啦，啊伊的办公室就是中国大陆啦，就是讲伊的印象是讲台湾是安尼，啊，当咧拜登4年了后，因为 COVID-19 哦，这个世界这种疾病的传播，啊个因为咱这种全球嘛受到影响。哦，啊，所以2022年时吼，迄阵迄个《经济学人》杂志就讲，台湾是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哦，所以大家拢重视台湾，而是台湾的晶片、TSMC 这种物件。哦，啊，毋过，当然川普伫竞选期间，伊就定来讲这个代志。伊讲啥？啊，台湾甲美国差不多8900海里，啊，你台湾甲中国差不多上近的，差不多600海里。所以你安全你家己爱顾啊，你袂使等美国来个处理啊，吼。啊，第二是讲，这种晶片你甲我拢抢手去啊，哦，美国拢无晶片啊，所以你家己爱保护你个安全，无你爱交迄个保护费。啊，其实我就感觉讲，伊的意思是讲台湾哦，甲美国关系讲，咱台湾甲美国是保险公司啦，哦，啊，你叫美国甲你保险，你爱交保险费，啊，毋过咱报纸拢你写保护费，我是感觉是保险费啦，伊讲你爱地权嘛，所以。要咱地权，你的保险费，你增加你的国防预算，来表达你的决心。啊，无就你增加对美国的迄个采购，吼，就是讲军售这方面爱买，啊，做着平衡这种贸易的利差，吼。所以我感觉讲，为这个角度来看，吼，未来，川普一定会非常重视台湾，哦，在这方面的增加，哦，来表达咱的决心，吼。啊，另外，等咧拜登4年了以来，我嘛感觉讲。咱根据美国每年的迄个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哦，就是讲2024、2025哦，这种美国国防预算这个法案。那么美国毋是干那买咱武器，伊嘛甲咱售后服务、哦训练、
哦，所以咱有一寡人去遐受训哦。啊，这种关于着这个总统个人的这个特权，要拨钱，要拨，这敢会停止啊？袂，因为咱了解讲，即届川普吼，唔定啦讲1月5号的总统选举大胜吼，伊参议院、伊众议院，伊拢过半数。多数。所以未来1月20了，明年2月20，伊控制参众两院，所以什么法案对伊来讲是要起也不要起的问题啦。啊，个伊的所谓的优先顺序问题。哦，所以我感觉我嘛暂时唔到拄啊林老师讲，乌克兰战争已经要结束。哦，所以即摆有人咧讲，伊是毋是甲迄个川普讲，川普甲拜登讲好啊？吼，因为川普，咱中文写川普，川普啊，普就普丁嘛，啊，两个合到阵啦。哦，啊嘛，所以拢讲好啊，讲你若结束战争吼，我都甲这实力来对付中国，所以无定到美国甲俄罗斯斗阵来对付中国，因为即摆北韩嘛走去。帮助迄个俄罗斯签约共同防务条约。所以对美国来讲，因为你若无甲北韩问题处理了，有日本哦有韩国这种安全问题嘛，哦，伊若个去拍，这问题足济。因为其实欧盟甲北欧国家嘛希望讲，这唔能够来啊。哦，所以照安尼老师你咧讲，按着川普去到普京咧讲谈和了啊，伊就带某兼假走干。啊，北韩以后通啊1减2个。对，就甲北韩这个问题处理吼。因为川普的个性，伊不单单伊袂像拜登共款，拜登定来讲啊，大家大来讲，大家来讲，什么跨的啊，四方阵会啊，哦，一直讲，伊就直接甲你讲，停战。哦，啊，毋过有人咧怀疑讲，一讲讲我就甲俄乌战争停止是无可能嘛。啊，毋过伊1月20了，一定有一寡想法啦。哦，俄乌战争，以色列跟哈马斯的争斗，哦，北韩的问题，也都要以100日，哦，伊个执政，哦，会做到。是哦，老师对伊真有信心哦。因为2017年伊顶台18天以来就做这代志，伊退出 NAFTA 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嘛，伊退出气候协定啊，拢退啊，就退啊，所以退了做得到，对。辛老师你安怎看？我顶礼拜去欧洲开会吼，足侪欧洲甲北约的国家拢种烦恼讲24小时要安怎互乌克兰甲罗西亚停战？哦，可能是安尼啊，我强迫乌克兰讲哦，你土地到倒位啊，这土地罗西亚啊，普丁嘛足欢喜的，对无？啊，毋过咱知影前几工啊，川普的迄个选举的阵营，有人就提出这个天会方案，啊，毋过马上就否认，因为迄个对乌克兰其实损失足大。对。啊，另外即马北约国家，因就想讲，啊，这要1000天哦，要1000天对乌克兰的支援。若讲川普讲天会，啊，乌克兰损失遮土地，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拢互罗西亚，啊，以后伊的威胁搁伫遐的，吼，就长远来说。伊可能个会有解决，敢若无解决嘿，你敢若天会尔，吼，所以这足重要的。欧洲甲北约国家拢足烦恼济啦。啊，毋过咱看着讲，其实选举的时阵提出的物件，可能爱较慎重的思考。啊，即马就看讲，伊即马内阁的成员啊，拄啊有讲着讲卢比欧，伊即马是国务卿。啊，昨公布讲伊的国防部长啊，是一个赫格塞斯啊，这个人啊，这个人足少年嘛，50几岁。伊的国安顾问瓦尔兹50岁，你可以看着讲，拢是少年人，小众派啊。我感觉第一类就是讲，川普即摆用的阁员第一类就是爱忠诚，忠诚川普。咱讲台湾最上爱的蓬佩奥那会无选到国防部长因为伊拄啊选举拄啊开始的时阵，伊嘛要选总统。咱知影川普即摆虽然选着，毋过这是第2任，伊袂使搁选啦，所以伊爱想着讲接班的问题。接班问题，我看伊对范斯敢若足欣赏的吼。咱知影范斯无到50岁，若是讲遮个想要选，还是曾经选过的人，那即摆进入这个内阁，可能就变范斯的障碍。还是讲范斯若要后个要选总统，可能其中选举了有败开，有困难所以
第一个就是忠诚，啊，第二个就是接班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讲因的经历啊。我讲到这个瓦尔兹，伊本身是特战部队出身的啦，伊有军队经验，啊，毋过伊毋是西点军校，蓬佩奥是西点军校，啊，毋伊是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啊，赫格塞斯呢，伊足特殊的，伊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后去做兵做国民兵，啊，毋过伊寄管去伊拉克，啊，后来去阿富汗做特战训练中心的教官，啊，后来是少校，所以美国少校咧做国防部长，啊，以前有一个士官哦，啊，美国陆军的士官，伊做陆军部长，所以咱给咱看着讲，伫美国毋是看你的家具安怎，是看你的能力，是看你的政治上的你的抱负，还是你的观点是啥货啊？那当然就是讲，咱看着讲有寡迄个众议员还是参议员嘛，起码出来来过，啊，就是欢迎讲。未来呢，川普伫参议院、众议院那是多数，其实这多数是完全听川普的，还是川普爱甲国会爱做者协调。因为咱知影，过去拜登有对台湾提出讲，PDA 还是 FMF 军援法案还是融资法案，有一寡迄个国防产业创伤就讲，你军援法案有一寡武器你袂使用军援方式，伊就讲。你若军人会议，伊就无法度趁钱。啊，全部敢袂改即个两个物件啊？若要改，其实爱考虑到国会是伊个态度是安怎？嘿，但是洪总吼，我要回头来问一项代志。他昨一开始林老师就讲到讲，咱到底爱提升咱的国防预算到几趴才合理？有人讲3%就足济啊呢，会去排斥掉咱。国内其他的预算，迄个慢慢啊，一年慢慢调，无就随着调去。是啊，咱咧想讲10%，我10%呢，袂这边呢，袂换呢？你个人认为讲应该几趴较合理啊？我其实对川普伊讲这10%我是感觉伊是一个安怎讲 ballpark figure， 就是讲我去棒球场看头偌济人，我毋知安怎算，因为超卖嘛譬如讲我坐位超卖去，人挤到满，我到底卖偌济我也毋知，有个人佫无买票个入来，要安怎算？当然是用概率安尼讲啊，佫回过头来讲，川普伊讲，我咧签约的时阵，这笔头就是台湾，办公都给大陆，所以对伊来讲，迄10%伊毋知安怎讲出来，咱嘛毋知，这咱莫用完全理性的去讨论讲10%，其实安尼个中价。其实爱讲的就像拄仔平常讲的，郭立雄伊今部长嘛安尼讲，就是讲，咱有一个对咱财政有法度的方法的余裕嘛意思讲，我课底下底我找2000块，我要坐车200块，食饭150块。交电话钱1500块，佫剩偌济？无啊嘛，对无？总共是3000块，我才交够够500块。迄500块5%吗？还是6%？咱来变到倒头去算。有一种讲法就是讲无啦，你就是向美国来表示讲，我甲你保证，我当年拢有即个额，会甲你买。你会当预期讲明年会佫增加一点嘛？后年佫增加一点，佫增。当年有这固定的约束，这个才表示诚意，安生意才怎样长久久。我感觉平时你是郭立雄巴肚底迄个面谈。干嘛呢？伊今日讲安尼讲啊？真的吗？大部分的讲法我甲伊无讨好。做成的，伊讲伊还稳健的。我甲伊无讨好。稳健的成长，伊讲稳定成长，因甚至讲沈伯洋委员、沈伯洋委员跟问讲。这财化法过来可能要协商啊！协商的时阵，佮大家画巴拉肯哦，画的时阵会画像，大风吹吹到你国防部长，你国防部你钱上济，你上大卡，所以你站你的上好，站落现个到迄个亚度啊，各样客互地方啊。问伊讲要表态无？伊讲一定爱讲。第一，我也无保证这个成长是稳健的时阵，讲预算，对方。
盟友拢会即个讲，啊你台湾个要防卫，你家己嘛。啊，佮有你也签约拢签好诶，后续拢爱付款诶，付袂出来时阵要安怎？去用国际官司拍落去好无？迄毋知赔偌济，佮颠倒倒头赔。哦，我是无想遐深啦，我讲想我做生意吼，有生意啦。是啊，这个对啊，你信用无诶时阵，佫较害啊。你台湾规个无信用去，台湾无信用，人颠倒头连迄台积电的客户拢会问伊，啊，恁连要16尾的钱拢无付啊，哪有可能我要付互你？你敢有影会只交回互我？恁台湾人无信用，啊系啊，啊个倒头甲古早有无？你会记得一部电影无？男女主角去互你咧散步，拍开雨伞，雨伞怎刷去？个美讲啊，这台湾济，台湾个回到迄个1980迄个时代去啊。可能看无去，这毋是普通的代志，所以各方医生毋是讲发巴拉肯的讲，我讲甚至有个专家建议啦，吼，讲你甲川普讲，你敢买偌济，我敢买偌济，哇！我还想讲，我头壳拢烧起来了。阮研究军事的人吼，阮自细汉拢会去耍武器吼，战斗营去拍开枪啥，但是你也真正冷静起来想这个代志，迄毋是讲你安尼画吼，规千亿吼，要安怎就要安怎。水画都有啦。其实拢毋是，迄过程中足复杂的，因为咱即届是因为拄着疫情吼，所以国际的这个供应链拢拍线，拢拍落去，啊，长头佫建立起来，所以毋知有人讲，啊，那啥拢交袂出来，吼啊，当然有理由啦，但是这毋是完全的理由，其实嘛是拢后壁的运作。尤其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你也讲，但你国际信用个无的时阵，哪有人会相信你的政府？哪有人会相信你的军方官员？甚至讲你的专家出去吼，啊，要开会，人问像讲所长来去人拢会问，那你要安怎回答，对无？但是你讲的，咱这边是你爱相信我，但是川普呢，有当时咱感觉讲。伊毋是咧甲你讲信金，伊是咧甲你讲价钱。所以吼，其实总统府有一句话啦，因讲，继续沟通，但是毋是即马讲到即个单安尼。伊讲法是安尼，所以意思就讲，因为人搁咧发布人选，人拢咧面试，好无？interview 的时阵，你哪有可能讲查就讲，我这单要入来，紧诶，迄人搁要坐稳咧。啊，佮经过参议院。无咧，像林老师他所讲的，就是讲，伊即摆头壳咧想的，应该毋是台湾，应该是想到乌克兰。对哦，但是，迄是大题目嘛，对相对较紧，对伊来讲，伊也100天要完成。讲真诶啦，我认为泽连斯基吼，毋是绝对的讲无要让步，伊只是嘴无讲出来。因为真正烧到尻川来的时阵，火烧到尻川来的时阵吼，伊真正无要顺这个大的这个势头时，伊会落台。对这个政治人来讲，伊已经撩落去，家己的性命拢会讲，我即摆伫倒做直播，你来甲我拍我紧的时阵，哪有可能这个时阵要落台？伊绝对要做落去。林老师，你安怎看呢？你泽连斯基伊会安怎选定呢？因为照你来讲吼。就伊的政府，坦白讲，伊的政府以早嘛是乌西啊，因为这个战争了后，变做正气凛然嘛，不过伊要做这人生的选择，川普那个落去，你认为伊会什么情形之下来做这个交易呢？这个做现实啊，做现实的问题，来讲，川普无继续。像这个拜登共款，支持着欧洲的国家，阮也看到美国的态度，买挑呢，阮也无搁继续，这个泽连斯基，伊就完全爱靠家己啊，伊有足侪拢爱靠家己，但是你靠家己，你无弹药，你无这个火弹，你有20%的国土是迄个。这个罗西亚会占领，
你安那来处理这个代志，这变成更重要的问题。哦，所以其实要战争有需要足济的资源，但是要和平，阮也共款，要有足济其他国家的支持。哦，20%这个被罗西亚占领国土，爱安那来处理，这足大的代志，是不是其他的国家会当来保证？比如说变成一个中立区，还是讲其他的安排？由别人来做中人啊咧。所以对这个泽连斯基来讲，我是认为讲，伊这个川普第二任啊，一定要处理这个代志。哦，按讲伊家己无处理，其他的国家会替伊处理。哦，但是我头先就讲，对台湾来讲啊，吼，咱国防预算到底是几趴？咱来比较韩国、日本，哦，韩国差不多是2.8啦，吼，啊，但是韩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规模比体较大嘛，较大，吼，啊，伊就讲要增加到4%，吼。川普安那讲韩国啊？伊讲韩国吼，那就是这个 ATM， 你去吼提款机啊，提款机啊，伊讲伊较早要求韩国要50亿个美金来支持这个美军，以这个韩国。你要假钱了呢？啊，伊讲哦，到今仔日因为伊无做总统，变做10亿个美金嘛。伊讲安怎讲做总统？伊想讲韩国已经交100亿，而且韩国个足愿意来交这100亿。台湾共款，我是认为讲台湾爱利用这种机会，吼，来提升家己的国防预算，因为咱国防预算超过低啊，吼，并唔是讲全部东遐自动交这美国，并唔是安尼讲，吼，咱头就有讲，是啊，它都要4项嘛，吼，咱的这个。训练啦，吼，演习啦，这种都爱钱啊！咱将咱的军人来送去到美国，这嘛是爱军费。啊，咱家己的这个军人，伊的福利、伊的薪水，啊，然后较济人愿意去做加入，吼，对，加入，这个东西爱有足济的国防预算。所以，川普最重要的讲，你台湾上少啊，你展示你有这种防卫的决心嘛。按讲你家己啥物拢无要做，甲靠美国，我感觉这就是美国人也无愿意安尼做。是，王老师。我感觉讲偌济吼，上调咱家己来了解啦，因为你讲2%还是5%还是10%，其实拢无一定嘛，因为每个国家的 GDP 拢无共款嘛，所以日本的1%可能比台湾的0.5%更加悬吼，所以咱上调是讲，咱表现咱的决心讲，咱要增加预算，咱要维护咱的安全。啊，另外上面。趁这个时阵，甲咱即马有诶装备吼，好啊，甲了解，好啊，甲训练，啊，了解讲未来对付中共吼，即种围台吼，咱要来甲咱武器发挥上大诶作用啦。你毋知意思讲要买新诶啦，你诶旧诶有用好无？啊，好啊，从好，这才重要。因为即个意买来，拢袂晓用，还是讲要需要搁坐时间来训练。啊，其实这嘛应用了咱的战略啦，哦，所以我感觉拢爱同步进行这种方式啦。是，新老师。咱看到讲，其实足侪武器的平台吼，伫川普第一任的时阵，拢已经卖互台湾啦。所以拜登迄个时阵，大部分是弹药甲系统，吼。即马如果讲是讲要提升这个国防预算，佮买大型的平台，我想讲，美国可能嘛袂讲，咱想要买啥伊就买啥，因为像迄个 F-35。咱 F-16V 就还袂拢坐，啊，就袂讲即马就卖咱啦吼。所以我感觉提升国防预算，第一个就是讲训练，第二个就是演习，第三个就是官兵福利，第四个上重要就是咱的后备军人的训练。那即马就是讲，可能原来是几个营还是几个旅，为1礼拜到2礼拜，未来敢会使讲所有的后备的旅拢会使。2礼拜还是更较长，一个拢会使接受这个训练，还是讲咱的后备部队的武器会使提升。你毋讲，当然是用旧的，毋过旧的还会使用，还会使拍，安怎来改良这个后备训练的装备，
安怎送因去国外接受训练，还是美国的教官来台湾来训练？我想讲，即摆安怎提升咱的战力啊？唔管中共2027年敢袂来拍，啊，毋过咱爱做好准备。是，洪兄，我是感觉讲吼，对于这国防预算的这个伊上想的用梦的吼，较无实际啦。因为讲较退100步吼，咱到底经济的增长吼，成长到底是会偌强，咱阁无一定知。包括讲台积电讲消费咧，互中国偷买去的这个晶片，这个拍掉可能人讲5%嘛好，8%嘛好哦，伊营收可能会影响到哦。所以万一啦，各有这款情形，奇奇怪怪的情形来影响台湾的规个这个生产制作，还是讲经济发展时，你无一定我。